牧師要定性一個觀念，服侍甲獎賞的觀念。咱佇這段經文中間安尼讀到，有着某物人是上帝的使者來接待伊的，一定會分享使者所得到的獎賞；有着某物人是義人來接待伊的，也一定會分享義人的獎賞。介紹講，我做這件代志了，我是為着獎賞要來做這件代志。其實咱來理解聖經的觀念中間，咱佇服侍過程中間，無應該求對人來的獎賞。聖經的觀念是安尼，獎賞甲服侍毋是因果的關係，毋是講因為我有做這個服侍，所以上帝較報賞我，毋是安尼。獎賞甲服侍是同時的關係，真正的服侍是佇服侍的過程中間。你的確會當得到上帝給你的恩典。這個報賞唔單單是物質上的，是包含上帝所賞賜你的平安。咱服侍對象，無論伊是高貴，也是卑微，攏是上帝安排於咱身軀邊的天使。檢查是上界小的服侍，服侍上界卑微的人。如果咱是真心服侍，的確會得到上帝的歡喜。這是咱一生上界大的榮光。